我咧係提出呢個提問嘅，係源於咧係確實有香港嘅領取緊殘疾傷殘津貼嘅長者咧向我反映嘅。咁其實大家要明白咧，攞緊傷殘津貼嘅人士咧，其實佢行動不便嘅，佢可能需要一啲活動比較大嘅空間啦，同埋係需要咧有人照顧嘅。如加上佢仲係長者嘅話咧，其實係要特別嘅呵護嘅。咁其實咧，而家我哋成日講推動跨境安老，頭先咧局長喺主體回覆裏邊都講到啦，需要有一個嘅醫療嘅認證去幫佢睇下，仲係咪符合領取呢一個傷殘津貼。但係我哋咧成日都講啦，我哋咧醫療券都可以喺內地嘅三甲醫院啦，或者係港式醫院咧可以用的時候，係咪都可以容許領取緊傷殘津貼嘅長者啊？我講長者可以喺內地嘅醫院去揾醫生去做一個嘅評估係咪可以符合領取翻香港嘅傷殘津貼？當然啦，評估嗰個嘅機制咧，其實可以由港府特區政府咧係俾到內地相關嘅醫院，按照翻個標準去做一個嘅評估。醫管局下面公立醫院嘅醫生做一個評估，呢個係至關重要嘅。因為如果咁安排咧，一就確保咗個質素啦，第二咧亦都牽涉嘅一致性嘅。況且如果有任何問題出現嘅話咧，由香港衛生署或者醫管局嘅醫生去做評估咧，我哋係有辦法係作出一啲跟進啦，同埋同佢聯絡嘅。但係如果個醫生亦都唔喺香港，亦都唔喺香港受管制嘅話咧，我哋覺得就唔係太適合。